五凤谷的丝绸。接下来，小哥，你把文书还给我，我重重谢你啊，小哥！快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快跑啊！快走！这些丝绸我们都要了。军爷，这是我的货，你们为什么要啊？喊什么喊？又没说不给你钱，都给我带到城里去！军爷！哎呀，这可是我一辈子的积蓄啊！你们不能拿走啊！军爷，这不能进去啊！不能进去！哎呀！传令下去，随时准备进攻。是。等一下，多苏风，殿下让你上去。那这些货呢？殿下让我把这些丝绸送到他住的地方。好，这儿交给你了。所有人跟我走。军爷，我就是一个做生意的，没招谁没惹谁的，你们干嘛要这样对我呀？闪开，跟我走。军爷，军爷，这都是我的货呀！军爷，殿下，你找我？你看，今天有点不太对劲。平常这个时候，总有零星的小兵进进出出的，但今天特别安静。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代表什么？暴风雨前的宁静。难道今天他们就要攻城？殿下，你放心，我会通知手下加强戒备。还有，今天不能再开城门了。是。你还给我吧，把货还给我。后面跟上，还一半也好啊，给我留个本儿啊。你就还给我吧，啊！快点，跟上！哎呀，你就开开恩吧，军爷，这都是我的货呀，军爷，你不能都拿走啊！还一半也不行吗？军爷，别说，我求你，滚开！军爷，车上装的什么东西？啊，贺红小姐，把车都停下！贺红小姐，你怎么还没走？你就这么盼我走啊？我不是还没跟多伦打招呼吗？他人呢？在城头。军爷，你要把我的货送到什么地方？哎呀，你还是还给我吧，求求你了。他是谁啊？这人是贩货的商人，多伦殿下要留下他的货，他不愿意。姑娘，这是我的货。哎，就这些丝绸？是。他要这些干什么？这是多伦殿下最喜欢的丝绸，而且这些丝绸还是从五凤谷贩来的。魏国最好的丝绸就出自五凤谷。五凤谷？花木兰不就是五凤谷的吗？她也是个秀女，对不对？难怪多伦要把这些丝绸截下来，看来他对这个女人是一往情深呢。不是这样的，贺红小姐。什么不是这样的？他要是看到这些丝绸，不等于就看到那个妖女了吗？哎，把这些丝绸全给我烧了！哎，姑娘，你千万不能烧啊！这些丝绸很贵的。姑娘，也说，把这些东西给我烧了！贺红小姐，这可是多伦殿下指明要的。我就是不给他。要不等多伦殿下来了再说。你废什么话？我让你烧就烧。我觉得你该跟多伦殿下商量一下为好。你敢不听我的？不是，要不这样，你先回清源休息，至于烧丝绸的事，我马上去办。我不回，我就是要看着这些丝绸烧得一干二净的，我才放心。姑娘，你不能烧啊，姑娘！你不烧是吧？我来烧。姑娘，你千万不能烧啊！姑娘，不能烧啊！去叫殿下，快上！求你了！
别烧！你要干什么？别烧啊！别动！都着火了！别动！快救我！快救我！你老实点！我的火着火！喊什么喊？还看着干什么？快救我！救火！快救火！你不要过去！不要过去！不要过去！快，救火！水！快！阿福，来，快点！多伦，你干嘛？我对你这么好，你竟为了这些破丝绸你推我！来人，把他给我送回去。是。行，多伦，你给我等着。我的火！啊，幸亏没有全烧毁啊！还好殿下来得及时。野树，你还记得五凤谷的丝绸吗？当然记得。那你认不认得出这些是哪几家的丝绸？这个我记不清了。这是千色山庄的丝绸，他家的素锦最有名。从这种收工就看得出来，这是浣花院的。总挂着一丝微笑。进攻！将军，谢启辰突然发动攻城。野树，通知夺苏峰。是。其他人跟我来。是。
城内出现了魏军。哪来的魏军？现在还不知道，不过城门已经被他们控制了。跟我来。是。有多少人？大概有几十人。怎么会那么多人？他们藏在了丝绸车里。丝绸车？是。杀！快跑啊！出什么事了？在丝绸车里，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。我早该想到，只有你才能想得到这种招数。你利用丝绸，利用了我们的感情，当成攻击我们的武器。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夺回我们魏国的圣乐。花木兰。你既然如此绝情，就别怪我对你无情！末将，我们魏军主力马上就要进城了，大势已去，投降吧！啊，要我的命可以，要我投降绝不！
我们走。是。上！跟随咱们冲出来的只有4000兄弟了，可他们个个还想跟你打回去。殿下，让我带他们去吧，我们说不定还有机会的。我军心吃败仗，人困马乏，现在反攻，无疑是以卵击石。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着胜了拱手让人不成？已经失去的东西，想再抢回来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准备回可汗王庭请罪。什么？哎，殿下本是戴罪立功，胜了再败，二罪并罚，非同小可呀。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胜乐本来就是多伦打下来的，已经立了汗马功劳了。至于这次失手，那都是无题的责任。败就是败了，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一定要说，无题盼的就是这一天，他好取而代之。多伦，你可不能让这种卑鄙小人得逞啊！归根结底，胜乐不是败在无题手中，是败在我的手中。唉，无论如何，可汗还指望你拿下胜乐之后再去平城。你现在这样子回去，他一怒之下，轻则将你割绝，重则再重的惩罚都无所谓了。不会的，多伦，大汗如果知道真相，他不会责怪你的。你放心，回去我立刻禀报大汗，告诉他真相，他一定会将无题那个混蛋法办的。贺红，依你对无题的认识，你认为他敢如此拖延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但是幸好是在手臂上，还是很悬啊，再偏一点你就没命了。要是再这样下去，总有一天你会死在他的手上。花虎，你该和他有个了断了。怎么了断？不是说好了吗？再见面的时候就是敌人，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可如果他不手下留情，这刀就不会在手臂上，而在胸口了。所以你对他也手下留情，就像他下不了手一样，我也下不了手。花虎，你清醒点，他和我们是你死我活的敌人。是，他是多伦殿下，是魏国的敌人。可在我问谷的时候，他为了和秦图四处奔波，他为了救我奋不顾身。当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我没法把他当作敌人。花虎，你必须得忘了他。就算杀了我也忘不了他。哎呀，魏陀，你帮我劝劝他。哎，柱子，别说了，还是算了。有些事情一辈子都忘不了。花虎，你这样是没用的。你没看见吗？他逃跑的时候带了一个柔然女子。看见了，看见了。那你还是忘不了他？
什么？圣乐失守？是。那多伦呢？多伦已不知去向。好，我们的机会终于来了。传我的将令，全速前进，目标圣乐。殿下，你要去打圣乐？对。如果我把多伦丢掉的城池夺回来，那我领先他的可就不止一步了。殿下，那可曾想过，万一拿不下圣乐呢？当初他多伦能拿下，为什么我就拿不下来？殿下，当初多伦亲历奔袭，魏国毫不提防，所以才轻易得手。但是现在魏国好不容易夺下圣乐，怎么会那么轻易的拱手让人呢？再加上魏军士兵刚刚打了胜仗，士气正旺，我们这个时候赶去圣乐，恐怕毫无胜算。是啊，多伦丢了圣乐，已经是众矢之的。殿下此时也在圣乐栽个跟头，岂不是帮多伦一个忙吗？这么说，多伦丢了圣乐，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。那也不是，多伦已经失去了可汗对他的信任，殿下现在肩上的担子可就更重了。对，那我得把圣乐失守的消息告诉傅汗。殿下，有件事情咱们得考虑清楚。什么？如果多伦殿下反咬咱们一口，那就糟了。我们不是被楼福连的军队给缠住了吗？关键可汗得相信啊，就怕纸包不住火。那依你们之见该怎么办？我以为殿下应该马上赶回可汗王庭，争取得到丞相的支持。花虎，你又一次打败了多伦。打败他的不是我，是我凤谷的丝绸。这么说的话，打败他的也不是丝绸，而是他自己。丝绸只不过是工具而已。这实际上是你们两个人的战争。多伦的失败是因为他放不下过去。花虎，我不希望你步他的后尘。谢将军，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吗？我听说你今天本有机会取他的性命。是。为商量一下，孰轻孰重？皇上，臣有重要的军情向你禀报。丞相大人，皇上，丞相，可是圣乐的局势恶化了。皇上，臣刚刚得知，圣乐收回了。当真？谢启臣将军派人先送了一个口信过来，奏章应该马上就到。具体情况嘛，臣也不是十分清楚，只知道就在昨日，谢将军派出一支30人的队伍潜入圣乐，里应外合，一举攻破圣乐。柔然二王子多伦啊，率领残兵败将落荒而逃。好，朕果然没有看错谢启臣。你马上拟一道诏书，命谢启臣将圣乐一战的有功之臣一一报上，朕有重赏。是。圣乐已经收回，马上打通粮道。长孙翰断粮多日，正眼巴巴地盼着呢。哦，臣在来之前已经安排了。圣乐失守，对柔然的军心一定是极大的打击。那无题的援军更不敢轻举妄动。让楼福连可以回防了。是。命谢启臣原地驻守圣乐，伺机反攻，最好能一举将圣乐以北被柔然占领的清河一线全部收回。理当如此。朕悬了好几日的心，今日终于可以放下了。崔浩，臣在。陪朕去一趟圣乐。皇上，圣乐虽然已经收回，却依然是与柔然鏖战的前线。皇上乃万军之躯，唯恐不妥呀。朕12岁就跟随先王南征北战，小小一个圣乐算得了什么？可，皇上现在的身份与以前也不相同啊。朕要让柔然看清楚，
我魏国上下无不骁勇善战，无畏无惧。谁人胆敢来犯，定将来犯者赶尽杀绝。多伦，我正在期待着你占领平城的消息，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圣乐失守。你亲口答应我要为柔然的未来而战啊！这就是你对我的承诺？到底是什么原因？都是儿臣的罪过。你的确罪不容诛，但是我要知道你败在了什么地方。啊，大汗，多伦殿下一定是想以援军迟迟未到作为失败的借口。援军未到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无题殿下奉命前往圣乐，支援多伦殿下，但是途中遭遇数万魏军全力阻挡，因此到达圣乐的时候耽误了几日。但是这些却并不是圣乐失利的关键原因，圣乐败还是败在多伦殿下手上。可汗，圣乐失守真正的原因是父汗。圣乐失守真正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轻敌，疏于防范，让魏国探子混入城中，里应外合。轻敌，又是轻敌！大峨山一战，你不是答应我再不轻敌了吗？大汗，多伦殿下并非轻敌，而是与魏国私通，卖主求荣。你窦司凤，什么？丞相私通敌国，可不是小事。是，我也希望我的指控是子虚乌有，但是越来越多的事实摆在面前，让我不得不面对。现在圣乐失守，柔然危险，我不能再沉默了。我要证据。大汗，副将大纳跟随多伦出征魏国多日，许多事情都看在眼里。大汗只要将他召来，一问就明白了。召大纳进帐。开门！把门打开！放我出去！有本事关我一辈子，一辈子不放我出去！等我出去了，我饶不了你们！放我出去！参见可汗。大纳，听丞相说你跟着多伦这么些时日，有话要说。是，大汗。我告诉你，你说的每句话都必须句句属实，字字当真。是，大汗。我最早跟随多伦殿下去的是黑山一带，我们就驻扎在西拉木伦河，但是多伦殿下却屡屡放弃战机，最终导致大峨山一仗大败。多伦，大峨山就败在你手中。大汗，我觉得我们吃败仗不仅仅是因为轻敌，我更觉得多伦殿下他在私通魏国，因为多伦殿下的行为实在太过诡异，让人难以理解。曾经有一次，多伦殿下无任何理由地赦免了一名魏国俘虏，还亲自将他送到魏国的边境。哦，是什么人？是谁我们不知道，这只有问多伦殿下了。多伦，你说。对了，大汗，还有一件事，铎苏风也无缘无故地失踪了几天，听说他的行踪只有多伦殿下知道。后来铎苏风回来了，谢启辰就率领大军给我们致命的打击。有人猜测，多伦殿下送走的那名魏国俘虏是个魏国探子，而铎苏风却是给谢启辰送信去了。你胡说！你这混入羊群的恶狼，看我今天不活剐了你！放肆！另外，多伦殿下，我记得你也失踪了几天，你能告诉大汗你去哪儿了吗？多伦，你到底去了哪里？多伦殿下，你是不是去了魏国？这个我没有必要跟你交代。大汗，在圣乐的时候，我们因为武器有限，将部分箭头抹上了毒药，而多伦殿下却将解药送给了魏国。至于送给了谁，我们不清楚。啊，竟然有这样的事！还有更重要的，多伦殿下坚持要放一支来历不明的丝绸商队进城，就是因为他们里应外合，我们才丢了圣乐城。多伦殿下，你是故意的，就是你亲手把圣乐送给了魏国人。多伦，你告诉我，你在黑山失踪之后去了哪里？在圣乐，你给谁送解药去了？你为什么要放丝绸车队进城啊？多伦，你为什么要私通魏国，出卖柔然？
我没有。你敢背叛我？我没有。难道大纳说的都是假话吗？你给我个解释！傅寒，请你相信我，此战虽败，但我从来就没出卖过柔然，我更没有背叛过你。在我体内流着柔然人的血。傅寒，从战争一开始，我就充满着困惑。我以为我可以在战场上找到答案，但我失败了。现在在我内心，只有矛盾，还有痛苦。没错，黑山失利是我的责任，圣乐丢了也是我的责任。但是傅寒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你的儿子没有背叛柔然。大汗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让我更加害怕。在多伦殿下的内心深处，他认定我们柔然只有臣服于魏国，才能够生存。多伦，你真这样以为吗？儿臣从没这么想过。但是你到处宣扬柔然与魏国开战，会将柔然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多伦骄纵狂躁，思路不清，遇事不明，导致我柔然在与魏国的战争中节节失利，日渐被动。为惩戒族人，贺红小姐，贺红小姐没事吧？你们不放我出去，我就死给你们开门！小姐，放我出去！贺红小姐，我们也是奉命。你们要不放我出去的话，我就割腕，还要告诉我爹你们见死不救。这贺红小姐，如果我们放你出去的话，丞相真的会打断我们的腿。我爹只有我一个女儿，他要知道你们对他唯一的女儿见死不救的话，一定会砍掉你们的脑袋。小姐，让开，让不让？爹，丞相，干嘛去？我要见大汗，我要向他说明真相。吴奇才是圣乐失手的罪魁祸首。你们两个退下。是。已经晚了。什么？可汗下诏，多伦被贬，吴提接任大将军，兵权已经在吴提的手上。爹，难道你不知道吴提是个卑鄙小人吗？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帮他？因为他们两个人当中，只有一个人能继承汗位。吴提没有主见，比较听话。如果多伦做了汗位，我就将失去一切，而且还会大难临头。爹，多伦对汗位没有兴趣的。但可汗一心要传位于他，所以我不能容他。爹，就算多伦你不喜欢，那你也不能陷害他呀。从古至今，只要涉及到汗位的争斗，都是你死我活，要么无顶石，要么无顶烹。难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高处不胜寒？你一个女孩子就不要掺和这些军政大事。你放心，爹会把你的未来安排好。什么未来？吴提已经接掌了军印，3、5年后登上汗位，做大可汗顺理成章。据我观察，他是真心爱你的。女儿，你也要好好的考虑考虑你自己的前途。我不要你为我安排这一切，我想要什么，我自己最清楚。你都这么大了，还是这么不懂事。现在回房间，好好给我想清楚。来人！丞相，带小姐回房间。再说了，我已经让傅寒失望了，我不想让他再受到任何打击。那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很多事说了你也不会明白。吴提，魏国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软弱可惜。这我知道，
但是现在是进攻魏国的最好时机。丞相已经说了，这个机会不能错过。我告诉你，任何时候都不是进攻魏国的最好时机。吴提，你千万不能够轻视谢启辰。谢启辰打刘宋那些南方人有一套，但是对付我们柔然的铁骑，已经开始从盛乐经过了。我也去打探了一圈，有从柔然过来的商人说，多伦回了可汗王庭，被可汗罢免了所有爵位。我们夺回了盛乐，但是多伦的日子却不好过了。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多伦免除所有爵位，就不用带兵上战场了。你俩在战场上也不用再相遇了。说得对，永不相遇，也许是最好的结局。我真的不敢想象，你俩再在战场相遇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永不相见，还是永不想念才是？把他忘了吧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很难。还有一件事，多伦在盛乐城门口救走的那个女孩，其实就是金蚕子的女儿。我们在丝绸车里听到那个要放火烧丝绸车的女孩，就是她，名叫贺红，和多伦是青梅竹马长大的。大汗，大汗，暮云，给大汗倒杯水。是。大汗，大汗，请喝。大汗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哼，多伦这个孽子，活活把我给气死！大汗，请息怒，身体要紧啊。大汗，丞相求见。大汗，今天太晚了，明天再见吧。丞相找我，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，还是见见再说吧。哼，哎。娘娘，你怎么了？柔然攻下了盛乐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现在魏国又收回了盛乐，按理说我该高兴才是，但是看到大汗这么伤心，我心里也不是滋味。丞相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大汗，臣内心愧疚，特向大汗请辞，以儆后人。丞相，多伦昏恶，我从未怪罪于你，啊？哎，丞相，你起来吧，啊！大汗的宽厚，让臣更加惭愧，更加自责。丞相，此时的柔然，如果兵强马壮、傲视群雄，你想要告老还乡，我一定不拦着你。可是眼下的柔然，正在风雨飘摇之时，你若辞去，我坚决不答应。王庭中，已经有人对臣质疑，而臣也深感德才欠缺。别人说什么，你不要理会。现在吴提当了大将军，我还打算让你和他一起领兵。吴提才具欠缺，有你在旁辅佐，我才能够放心呐。另外，你和他朝夕相处，这样也正好训导于他。臣还是有些顾忌。丞相，你什么都不用顾忌，有我全力支持你，你尽管施展拳脚。丞相，这是我的随身宝刀，凡这宝刀到处，等于我亲身所制，你拿去。若有人再对你质疑，也不用禀报于我，直接先斩后奏。谢大汗。丞相，至于吴提，你一定要吸取多伦的教训，如果发现有什么苗头，一定要及时禀报于我。我就寄希望这么一个儿子了，我不想让他也被废掉。大汗请放心，吴提虽然不及多伦，但也是个可造之才。那好吧，你去吧。大汗，还有一件事。还有什么事啊？
吴提殿下已经成年，天资英伟，为人行事颇有大汗昔日风范，何不将汗位继承人就正式指定为吴提呢？此事我还要仔细的审定。现在究竟是吴提与多伦，谁能承继汗位？王庭之中已经有许多流言蜚语，甚至有人拉帮结派。多伦现在不堪造就，而吴提的声望与实力都是继承人的不二人选。大汗，如若能……丞相，怎么，你要替我决定吗？臣不敢。好了，夜已深了，我也累了，你回吧。是大汗。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窦素风，我们就在此作别吧。殿下，为什么你不让我去杀了那个卑鄙无耻的大纳，好让我在临走前再为你做一件事情？像他那种人，结局我已经料想到了。早知他今日会反咬一口，当初在战场上，我就应该将他斩于马下。那种人的血，只会脏了你的刀。殿下，今后你有什么打算？静观其变吧。好吧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殿下你一声召唤，我随时回来，在你鞍前马后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窦素风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忠心耿耿，无私无畏。我不仅没有回报你，我还连累了你。我真是……殿下，你千万不要这么说，你这么说真是折杀我了。我窦素风不求荣华富贵，只求跟着你。就算去死，此生也无悔了。好兄弟，后会有期。其实你该有所行动了。什么行动？有句话我问了，你不要责怪我。你说，你是不是还是忘不了花木兰？忘不了，还是得忘。那好，这样就有眉目了。依我看，既然你已经忘了花木兰，那何不在贺红小姐身上多下点功夫，通过她再与丞相重修旧好呢？叶舒，你要是再跟我说这些，我就让你到西域去养马。只要我们能够从这里突破，这一大片土地就都是我们的了。丞相觉得我的策略有什么不妥吗？魏国的富裕之地在东边，你占了西边，又有何用呢？那依丞相的意思呢？俗话说，擒贼先擒王。我们只要拿下平城，那么魏国大败之日也就不远了。而要拿平城，必须先取盛乐。盛乐虽然现在被谢启臣占领，但我们可以以武川和云中为突破口。这不是多伦的战略吗？是。那我们干嘛要用他的战略？因为他是对的。啊？当初是我教会了多伦兵法，但是他青出于蓝。盛乐之战的确是神来之笔，我们没有理由放弃。说来说去，多伦还是比我强。
他是比你强，但是笑到最后的人是你。当你成为大汗的时候，他却在西域养马。你不是说傅寒对继承人一事绝口不提吗？他一日不确定我的地位，多伦就有翻身的机会。可是，以傅寒摇摆不定的性格，说不定明天多伦就卷土重来了。你放心，端信我的能耐。好，我听你的。贺红，贺红，开门啊！我是吴体。贺红，小姐说她不在。贺红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贺红，所有人都知道，多伦的心里根本就没有你，他的心里只有一名叫花木兰的魏国女子。你胡说！贺红，多伦他彻底完了，傅寒不会再信任他了。以后你别把心思都放在他身上了。这还不都是你的陷害？不是我，是他咎由自取。如果你是个男人，就应该向可汗说明真相，承担责任。胜了失手，本来就是多伦的全责。你太无耻了！没事你故意拖延时间，为了夺取汗位，你居然可以牺牲自己的亲兄弟，你太卑鄙了。是，我是渴望成为可汗，但是我这么做，都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？你父亲希望你嫁给未来的可汗，为了你，我别无选择。贺红，我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，为了你，我什么都可以去做。你真的可以为了我什么都去做吗？对。那我让你帮我杀了那个叫花木兰的女人。如果杀了她，你会嫁给我吗？不会，不过一定会改变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。好。听说你领兵要去攻打魏国。贺红，如果打胜了仗，你会到可汗王庭的营口来迎接我吗？如果你提着花木兰的人头，我当然去迎接你了。好，贺红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。野树，来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听说又要打仗了，你还挺上心啊。这次你还跟着去吗？魏国我去了那么多次，那边的情况我最熟悉。你说我去不去啊？这次你要小心了。叶树，你来找我，不是为了就跟我寒暄这些事吧？如果没有什么事，请回吧。大纳，多苏峰已经发配到西域去了，是不是下一个就轮到我了？有可能啊。丞相说了，要把多伦身边的人全部换掉，有的发配，有的直接杀头。为什么要杀头？我们又没犯什么罪。叶树，你没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？叫做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不过也有这样一句话，叫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。叶树，
还记得我在圣乐跟你说过的那些话吗？你所知道的一切，是由你自己把握的。恭迎皇上圣驾，免礼平身。请。多伦，贺红，好几天没看见你了。别提了，我被我爹关起来了。难怪，被憋坏了吧？我倒没事儿，但炖猪他们还挨了鞭子呢。小姐，别提了，本来都不疼了，你这么一说，又开始疼了。多伦，我本来是要到大汗面前告发无题的，但是一回家，我爹连大门都不让我出，所以我没帮到你。没关系，这样的结局我早就料想到了。你爹和无题一心想要打倒我，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根本动不了他们。不过，你有这样的心，我已经很感动了。更何况，圣乐失手，这的确是我的错。这样的惩罚也是应该的。不，都怪无题，他跟我说，是因为我他才陷害你的。他说，只要当上了可汗，他就娶我做王妃。不过你放心，别说是大汗了，哪怕是天王老子，我也不会嫁给他的。贺虎，我现在只是一个失意之人，败军之将。你把心思花在我身上都是白费。不，我不在乎当什么王妃，我只想跟我自己心爱的男人在一起。但是，什么但是不但是的，反正我就认定你了，这辈子都不会变的。贺红，我不想让你失望。你放心，我永远都不会失望。多伦，你不觉得我们俩很像吗？一旦爱上一个人，就会奋不顾身的，甚至连结果都不在乎。注意距离！你们离得这么近，不仅杀不了敌人，还会伤到自己人。再来！你在练兵？你想重上战场？可是你的爵位不都被罢免了吗？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百姓，但是当战火烧到自己家门口的时候，每一个柔然百姓都必须拿起武器战斗。尽管这场战争是我们柔然人自己挑起的，战火怎么会到这儿来呢？你放心，我爹和无题已经去征服魏国了。我怕他们引火自焚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可能永远回不来了？在战场上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，特别是面对魏国这样的敌人。所有人注意，你们要记住，在战场上一定要全力以赴。如果不能把敌人的头砍下来，那么倒下的就是你们自己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柔然来犯，东侵黑山，西掠圣乐。谢继臣率3军将士，栉风沐雨，艰苦备尝，有幸大功告成，一举收回圣乐。览奏之余，朕于天下臣民深为欣喜，
谢继臣筹策无疑，谋勇兼备，知人善任，调度得宜，封一等侯爵，世袭罔替。副将司空袭金，坚忍耐劳，宫中体国，着赏绢帛100匹，良马10匹，金印3枚。床主花狐，谋勇过人，着赏绢帛10匹，良马1匹。众将士皆有赏赐，不再一一道卒。望诸军再接再厉，汗马助攻，辟疆斩土，决胜庙堂，将柔然来犯之敌逐于千里之外，还我魏国平安。谢皇上隆恩，臣等万死不辞。众将平身，谢皇上隆恩。散了。太好了！走，花狐，皇上亲口奖赏你，这功劳可大了。功劳是大家的，我不过是带大家领奖而已。今天晚上我们好好庆祝一下啊！好啊，小孙子，今天晚上跟我们一起庆祝啊！啊，大家都辛苦了啊！你们先回去吧啊！我先回去了啊。先回去吧啊！走了啊！你在哪位将军麾下效力？我在谢将军麾下效力。哦，请问圣乐的西门从哪条路最近呢？我们初来乍到，不熟悉。我只是个医师，我也没去过。好，那我去问别人。多谢，慢走。医官，哎，里边请。是哪里不舒服啊？哎，胸闷。哎，花狐，韦陀，找我有事啊？啊，来坐。韦陀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是不是病了？没有。可我刚才在教场，怎么看你浑身不舒服啊？花狐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可别见笑啊。我呢，这辈子还是第一回见到皇上，这心情啊特别激动，都控制不了自己了。是这样啊，我还以为你生病了呢。大战在即，你这医官要是病倒了，我那帮弟兄可就惨了。花狐，就算我有个3长2短，那一定是大局已定。那就好。行了，你忙吧。哎，我走了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不用谢。慢走啊，花狐。殿下，上次一别，10多年过去了，我终于又见到殿下了。快进来说话，还要把我们失去的加倍夺回来。
提殿下，你放心，这一次我们一定能够拿下魏国。是。金蚕子与吴提正率领6万大军向圣乐方向奔袭。哼，他们想故伎重演。上次多伦带领仅仅1万大军盘踞圣乐，就已经对平城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。此次吴提带领6万大军，他们对圣乐是志在必得。如果被他们得手，那平城就危险了。丞相所言极是，微臣以为绝对不能让柔然6万大军接近圣乐。他们现在已经占领了圣乐以北的武川，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前进一步。谢启真，你带一支人马从圣乐出发，与金蚕子、吴提的6万大军在武川会战。朕带5000骑兵绕到云中，在你们武川会战之时，朕突袭柔然来军后方，我们前后夹击。就算不能把6万大军全歼，但也一定能令他们大伤元气。皇上，你刚才说你要亲自带领5000骑兵。哼，臣仔细算过，5000足矣。皇上，此计妙是妙，不过老臣以为皇上不一定非要御驾亲征啊。不能御驾亲征，那朕到圣乐来做什么？皇上，你亲临圣乐，对每位将士已经是极大的鼓舞。至于御驾亲征，太过冒险，还望皇上三思啊。越是冒险就越安全，朕12岁就明白这个道理。不过皇上，此次吴提带领的可是6万大军，而我们的军队加在一起才不过3万。正因为如此，这仗才有意思。皇上果然神机妙算，这前后夹攻之计，无论谁来领兵，一定能让柔然来犯之敌措手不及。经过黑山一役、圣乐一战，我魏国军中也是人才济济，比如尉迟床中的花狐，有勇有谋，足可以担当突袭之责。皇上如果不放心花狐，臣愿亲自率领5000骑兵奔赴云中，皇上只需坐镇圣乐，等待捷报。说来说去，你们2个就是不同意朕亲自上战场啊！皇上，柔然来袭事关重大，皇上的安危乃社稷之福，我等就算肝脑涂地，也要维护皇上的安危。此等爱君护君之心，还请皇上明了。还请皇上明了。自从和亲以来，柔然却是欺人太甚。先以心一花辱我先王，然后百般刁难我魏国子民，千辛万苦绣成和亲图，却有不明身份的人袭击了西海公主。朕心中这口气已经憋了很久，难道时至今日，你们还要朕等？朕等这场决战，整等了有几年？难道你们要阻止朕替先王报仇，替魏国子民讨回公道？臣遵旨。将军，崔丞相来了。哦。谢将军，不知丞相驾到，谢某未曾远迎，还请丞相恕罪。谢将军不必多礼，是老朽做了不速之客呀。丞相有何事宜？本来已经上车，准备启程返回平城，心中有一事始终放心不下，我又折了回来，先跟安童叮嘱了一番，又赶紧到你这儿来了。丞相心中惦记的还是皇上御驾亲征吧？是啊，你我跟随皇上亲征已经不是1次2次了，可是这一次特别让我不放心。皇上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，那可不仅仅是你我人头不保的问题，对于整个魏国来说，
那都意味着是灭顶之灾呀。谢某明白，丞相到来之前，谢某正在为此事筹划。皇上是少年英雄，豪气盖天，每次打仗总是冲锋在前，身先士卒。可是他越是英武，你我的责任可就越是重大呀。丞相请放心，谢某就是粉身碎骨，也要确保皇上周全。好，有谢将军这句话，老朽就放心了。将军请留步。丞相请。好。谢将军。丞相。皇上就拜托给你了。丞相，即使没有你这番语重心长的叮咛，谢某也要全力维护皇上的安危。好。我在平城等候你们的消息。朝纲就仰仗丞相照应。平城虽然没有柔然兵临城下之危，但仍然有暗流涌动。现在皇上在外，只有丞相坐镇朝堂，才能平定人心。我们在外，也好安心打仗。咱们身为臣子，为君分忧，为国尽责，理当如此。老夫告辞。丞相请。干什么的？我是来送信的。